大家識唔識華羅庚呢？佢被譽為中國現代數學之父、中國數學之神。佢為新中國嘅數學發展及應用作出咗重大嘅貢獻。佢只有初中程度，腳有殘疾。佢勵志嘅故事好值得我哋向佢學習。大家想唔想知道佢嘅故事呢？去片！華羅庚，一個喺數學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嘅名。年輕嘅時候，唔單止因為家貧而輟學，更加因為患上傷寒病而導致終身殘疾。但係佢冇自暴自棄，反而克服自身嘅缺陷，自學成才。1910年出世嘅華羅庚，出世係一個貧苦嘅家庭。細個嘅時候成績麻麻，甚至包括數學亦都經常唔合格。但係華羅庚嘅初中老師，物理學家王維克就發現佢嘅數學天分極高，所以經常為佢進行數學指導。但初中畢業之後，華羅庚因為家貧而輟學，只好喺屋企幫助爸爸打理雜貨店。不幸嘅係喺19歲嗰年，華羅庚更加患上傷寒病，喺病床上面鬥爭咗1年之後，最終左腳因而成為終身殘疾。不過華羅庚面對生活困境依然非常積極樂觀，誓言要用健全嘅頭腦代替唔健全嘅雙腳。佢憑住熱情，用咗5年嘅時間，自學咗高中至大學低年級嘅所有數學課程，更喺20歲嘅時候喺期刊上面發表文章，指正一位數學教授嘅論文錯誤，轟動學術界。呢篇論文唔單止令到世界認識華羅庚，華羅庚更加被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洪慶來安排去到數學系圖書館擔任助理員。喺呢段時間，華羅庚唔單止鑽研數學，仲自學埋英文、法文、德文同埋日文，又喺外國數學雜誌上面發表過3篇論文。呢位只有初中畢業嘅年輕人，其後更加被提升成為助教同埋講師，喺清華大學係史無前例嘅事。即使喺1936年遠赴劍橋進修，華羅庚同樣因為唔希望被局限修讀指定學科，所以借住咗劍橋大學嘅博士課程，只係保留訪問學者嘅身份喺劍橋學習，而冇高等學歷文憑，亦都成為咗華羅庚呢位數學大師嘅獨特之處。